醫治的主，作者青蘋果，愛萬民靈修分享。他們渡過海，來到格拉森人的地方。耶穌下了船，立刻有一個被污鬼附着的人從墳墓裏出來，迎面而來，住在墳墓裏。沒有人能再綁住他了，就是用鐵鏈也不行，因為他屢次被鐵鏈嘅頭和腳鐐捆綁。鐵鏈被他掙斷，腳鐐也被他弄碎，沒有人能制服他。他晝夜不停在墳墓和山中喊叫，又用石頭割傷自己。他遠遠看見耶穌，就跑上前去，俯伏在他面前，大聲喊叫說：至高的神兒子耶穌啊，我們之間有什麼相干？我奉神的名求你，不要折磨我。因為耶穌曾對他說：污鬼從這人身上出來。又問他：你叫什麼名字？他對耶穌說：我的名字是群。這個人似乎係有一啲精神分裂症，但喺聖經上，即係神嘅話語裏邊，他被主耶穌基督係醫治咗啦。上帝無條件嘅愛係俾所有嘅人嘅。研讀聖經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神嘅大能啦。最親愛嘅天上阿爸父，感謝你，你係醫治人嘅主，無論喺心靈上、精神上、肉體上，你都能夠醫治人嘅盡頭，就係神工作嘅開始。好多醫生有好多醫不好嘅病，亦都會喺精神上面依靠神，希望神啟發佢哋醫治嘅方法。你嘅憐憫同埋恩典，處處都維護我哋嘅好處。我哋必須要有感恩嘅心，就會有幸福感。咁就會有幸福嘅感覺啦。祈禱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求，阿門。各位網上面嘅朋友同埋主內嘅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感動嘅話咧，就俾個 like 我啦。如果你覺得可以同朋友分享咧，就撳 share 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想知多啲愛萬民靈修分享嘅小道理嘅話咧，就可以撳右下角嘅鈴鐺，免費訂閱神嘅平安頻道啦。願神大大嘅祝福你，再見。